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几日有网络新闻报道，台北市有市民摕20当前买粪扫地啊，底粪扫要去担，结果欠啊予清洁队拒绝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机拒绝的机，读国语机第7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句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机的意思，就是用手去炸、隔断、违假意思。咱讲是拒绝，也就是无爱或者是无接受。对抗拒绝，也就是抗拒；对抗敌人，咱讲是拒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拒绝，这个意思就是拒绝甲断绝，也就是无接受。卖当讲是提示谢绝。第二个词，读做拒绝，意思就是抵抗敌人，对抗敌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已经3冬外，乌克兰坚定来拒绝退让或者是投降，展现强烈的国家意志，也有防卫决心，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机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